港龍小知識：曱甴出現三大因。好多餐廳老闆都試過俾曱甴搞到頭都大晒，呢啲不速之客唔單止影響衛生，仲可能令食客投訴，搞到生意跌晒鍋。想有效滅蟲，首先就要知道佢哋點解會出現。第一，食物渣滓堆積係最大誘因。廚房咁忙，師傅可能連抹台都冇時間，地板隙窿嘅麵包碎、倒瀉嘅醬汁或者冇封實嘅垃圾桶，通通都係曱甴嘅自助餐。有數據顯示，超過60%曱甴問題都係因為冇及時清理食物殘渣。第二，潮濕陰暗嘅環境就係曱甴嘅安樂窩，漏水嘅水管、長期積水嘅角落、去水位附近濕漉漉，呢啲地方唔單止有水源，仲俾曱甴有得匿藏同繁殖。如果餐廳唔保持乾爽通風，就等同請曱甴入嚟長住。第三，曱甴好可能跟住送貨包裝偷入嚟，紙箱、食材包裝都可能暗藏蟲卵，一唔小心帶入倉庫，好快就會爆曱甴災。好多餐廳就係冇檢查清楚貨品，結果引蟲入室。要避免事情發生，要做好定期檢查環境，針對性滅蟲，先可以真正斷絕曱甴嘅入侵途徑。如果都係搞唔掂，就要揾專業滅蟲公司幫手。滅蟲公司會診斷餐廳曱甴問題，然後定製滅蟲方案，更加會提供環境改變嘅建議。想知更多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